大家好，我是小明。在这来临的10月底，我们将为一位伟人庆生。而与此同时呢，一个令人兴奋的活动即将开始了。这伟人曾经感受过无数的人，而与此同时呢，很多人也因为他从此有了新的生命。他就是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。那我们应该如何参与这项活动呢？并对仁波切献上我们的无限感激与爱意。方法很简单，首先只需拿出一张写上祝福的卡片，并拍下自己的照片。然后登录到 www.kachara.com/birthday， 并上载之前为自己所拍的照片。一旦你的照片被登录到我们的 Facebook Fanpage 中，你将会获得1封回邮。最后只需登记成为我们的会员，并对自己打上标签。最后呢，叫你的兄弟姐妹、阿姨、叔叔、亲戚朋友们为你投剩神圣的一票，你将有机会把我们丰富的奖品，那就是最新的 Apple iPad 领回家。当然，我们还有其他奖项。一旦你的照片被投选为最有创意的照片，你将有机会赢取一台乐魔相机。所以不妨绞尽脑汁，想想如何拍出最有创意的照片吧。好礼送不完，当然我们还有最后一项，就是提交最多相片奖。所以不要放过你的死党。陌生人，以及你的宠物，越多越好。不过千万要记得告诉我们，你就是相机背后的那一个人。赶快行动，并把你的作词传送给我们。我们的截止日期是10月19日。预知更多详情，请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.kachara.com/birthday。